今仔继续来看台铁公司，去年是买34台欧系 R200， 用柴油来发电的火车。今仔日为花莲火车头正式开始走路，铁道迷是抢一步先，拢走来欣赏。 工作人员会记啊，因为火车要入站啊，白色的车头配深蓝色的车身，亮亮出场。火车后壁拖火车甲货柜，这台就是台铁公司新买后系 R200插电的机车母。经过一年的严格测试甲调整，今日总算伫花莲开幕首航，铁路迷拢真欢喜，用手机啊一直翕。比较漂亮啊，比较漂亮哈。当然声音减少很多。 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在设计这一块，设计较水，连性能嘛提升。R200配合2700码延伸，减少废气的排放，安全性更较有保障。它有各种的安全防护的设备设计啊，包括它有摄影机，所以在吊车这个是安全性就提升很好，以及防火啊，这个防噪音的系统哈。新车上路虽然无伫载人客，不过透早这铁路迷就来排列，除了看新车，更较要紧的是抢纪念品。7点半就过来7点半啦，买了2个钥匙圈、2个榨汁水，然后1个马克杯。这样好。 34台 R200将陆续上线，未来除了货运以外，还会配合灾害救援、军事运输，估计伫花莲甲中华机务段，会承担东边甲西边干线的运输重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